到今仔下晡为止，家己甲台南也有9000外户失电。有的居民看牌砖头开互送电啊，家己的厝要卖，竟然都和台电人员起冤家。另外，旭东环保公司伫咧屏东外海供电架啊，去互风台吹走，即摆有的是走去到片湖。 几落大吊车停伫路上抢修电火条仔甲电缆，但那时风台的强风震动大量的电火条仔，致使嘉南地区大范围失电。台电出动2400多人，无眠无日抢修。台风家里都还没有处理嘛，那就急着来这边先抢修了嘛。那家人只能体谅。我一礼拜拢无看有人流鼻啊。 台电甲相关的厂商拢真辛苦咧修理，虽然生活无方便，大多数的民众拢愿意体谅，但是有关发生部分的冲突，不定有民众伫台电工班施工的时想要阻挡，要求工班先抢修因兜门口口的私人电火条仔，双方冤起来，警方接到通报，赶紧到场调解。我意思是讲，你一日条我拆起来，啊，最第二关我家己开。 在后失电第8天，台电赶工并全部恢复送电，原地累积失电的户数有26万外户的家己，93下晡敢若剩3800外户。这次最严重的其实是电感的导断数，大概有将近快3500根的电感。如果电感没有导断，其实我们只要把断的线接上就有电。那这次是必须要把电感先移除，再把它再印新的杆，然后再能够接线，工作就会比较久。海埔顶面有一个大型的浮台，顶面还有锁仔甲零件，好亲像是旭东环保科技设伫屏东嘉东外海的日华光电试验浮台。伫丹那市风台过境了后，车被漂流到片湖拿到海埔。我们现在已经有跟棚管处做了通报，那棚管处说他们会来协助把它脱离啊。 浮台伫遮几落天啊，偏管处12派人到场评估安全清理，因为旭东无法度伫风台48点钟内清掉，致使浮台四线伫咧高雄屏东的沿海，甚至漂流到片湖，已经予屏东县府罚超过25万。业者接到通知，已经请在地厂商协助刷走，了后会再转来台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